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准公共化幼稚园的政策，顶个月开始实施了。教育部到113年要来增加3000班，要达到有27万的名额。安尼一来，嘛互以前无啥人爱读的幼教科系，即摆规个拢穿起来。 9月份出世的囡仔生日快乐，要过又达双节，34年老招牌幼保科无多过生日快乐啊！今年停止就升。我们当然不想收，那但是因为就是没有人要念幼保课啊，在高职的时候，其实他不能当幼教老师，他要等到他可能要所谓大学毕业，而且要满20岁，而且要考到证照。 所以讲，台师大拍什么新增加幼教师资培育课程，台湾首府大学幼教系名额，嘛为去年60个人增加到100个人。 风科现在需要很多那个幼教老师，比较多人来报名啊。看准今年8月份实施的准公共幼稚园，教务员薪资至少2万9起跳，无像英国平均上济2万4，虽然讲毕业未失业，不过真侪人欢欢喜喜来上班，就是挡袂掉。 一天大概他就是不能适应，8点上班，我没有坐下来，我就开始要忙孩子，几乎没有办法休息，或者很多父母的期待之下，他没有办法释怀，他会觉得可能他在那个薪资上比例不成比例。 所以讲，一定来你找老师，有时拢找规半档，搁找无。当薪水无悬，心内搁有委屈，嘛有真侪人做一天老师都惊着啊。